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2日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高雄小港一间资源回收公司，有2个工人昨下晡4点外，伫清抹一个桶的时，人摔落去放落石粉的槽内底，互原料带掉的，救出来的时一个人平安，也毋过另外一个人已经不幸过往了。到达现场后，经了解，有2人员工受困于炉石储槽内。1人已由厂方人员救出，1人被覆盖于槽体下方出口处，经分队抢救后，由现场医生判读宣告死亡。意外发生伫昨下晡4点外，有2个工人伫个摒扫桶仔的时，摔落去放落石粉的槽内底。消防队去救人，一个大概50岁的工人互救出来平安，也毋过另外一个大约60岁姓黄的工人，互带伫粉内底，到暗时6点才互救出来，已经不幸过往。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已经要求现场停工，卖医生地检署侦办。来看艺人甘亚伦和一个忘情要乐，也讲2个人捌交往哦，搁伫伊未成年的时，强逼伊发生关系，嘛无经过伊的同意，甲过程翕落来，影片外流，伫网络流传，互伊真着伤。张耀乐出面开记者会，甘亚伦嘛雄雄出现伫记者会顶头，向伊回失礼。去年哦，甘亚伦动山10大杰出青年，国际青商会昨嘛撤销伊的资格。台北士林地检署嘛已经主动侦办了。那一年的我才16岁。记者会打开始无偌久，现场就出现声音，主角讲无几句话，就因为艺人严阿伦出现，全去拍断。姚路无想到讲，当要指控的加害人会出现伫面头前，一时情绪激动，拍伫桌顶，原来严阿伦是2届甲伊行礼回失礼。让你承受你这个人生不应该承受的事情。真的很抱歉，对不起。低调的一句失礼，并无互姚路得到安慰，情绪颠倒大大受到影响，暂时离开现场。记者会嘛暂停，姚路重新整理心情了后，佮倒来说明5年前伊16岁时阵违反意愿的情形之下，甲严阿伦发生过性行为。迄当阵一直合理化这是感情的过程，毋过了后佮发生严阿伦用手机翕私密的行为，还佮散布去网络顶。姚路讲，迄当阵承受别人的眼光，身心受到创伤，敢若会当休学。拍摄影片、拍摄未成年的私密影片等等，就是违法的，这是不变的。请严先生针对以上几点做正面回复，不要再试图的混淆视听。卫福部回应讲，这个案件要需要检警调查，进一步理清法律的责任。不过，若是确定违反儿少意愿发生性行为，甚至散布儿少性私密的影像，拢是属于刑事犯罪。在违反他意愿做这个妨碍性自主拍摄制造这个性影像，那这个也就已经是违反《儿少性剥削法条例》的36条。严阿伦捌受到金钟奖的肯定，加入做公益事业。马当选第60届10大杰出青年，这个指控是严重损断伊的形象。国际青商会下晡发布声明，这个行为违反应该有的高度品德的标准，引发负面的看法，撤销伊当选的资格。台南县政府嘛宣布，撤销伊伫月底热气球嘉年华活动闭幕音乐会演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是5日节连假的头一天，各地拢是好天，正热热的天气。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同款拢是透西南风，全台湾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金门马祖会落淡薄仔雨，过到西半部、东北部各有山区嘛可能会落西北雨。伫温度方面哦，今仔日各地温度上悬会有32度到35度，正热热。
气象局早起嘛针对台南、高雄、屏东、甲花莲、台东发布高温警示，有可能会热到超过38度，尤其是东南部地区可能会透小风，所以提醒民众要爱预防着雪。明仔载水气会较增加拜六礼拜改透东南风，西半部、中北部过到西北风会落愈大。再来看，今仔开始是4天的57连假，有真侪人拢出国去佚佗。昨桃园机场人就真侪咯。桃园机场公司预估，即届连假平均一日会有13万人次，已经是疫情进前的水准咯。国内旅游、马祖佮澎湖上清订房率拢已经有9成咯。今仔透早，国道车就真侪，国道1号湖口路段、中华王店到园林路段，佮有国道3号新店到木沙，佮有树林到三阴这几个路段拢正塞车咯，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出门要爱特别注意。到苗栗的三义去骑铁道脚踏车，加上客家庄的好食米。最近地方政府是打造万华旅行的特色，是省真侪观光客。嘛，伫5日节的连假变做旅游热点，平均订房率是超过7成。根据观光局的统计，即摆连假各路上侪人去的所在就是马祖。拄好拄着即马当时看那目屎的时阵，订房率是要9成。订房率第2悬的就是办哈那比节的澎湖，本岛是苗栗上受欢迎，整体订房率是比去年同期起2成。国旅的部分，它大部分都是在假日，它人很多。那平常日是包括我们的旅宿，包括我们的餐饮，生意是比较差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国外的这些国际观光客刚好把离峰这一块把它补齐。通机场一透早人就吵，真侪民众拢提前请假，趁5日节连假的时阵来出国。机场公司嘛建议，连假若要出国，一定要提早2点半钟到3点钟到机场，卖当加利用快速通关这个设施。伊个今年5日节期间，每天的旅运量平均13万人次。前面3年因为没有办法出国，他在做这个所谓旅游延迟消化的部分，大概也要等到明年过后才会比较稳定。观光学者分析讲，过去已经有3档无出国啊，即马报复式出国阁会继续。疫情了后嘛，当看到旅游的形态改变，各路的热区已经无同，旅客阁较介意有特殊观光活动的所在，要想旅客来各地拢要找到家己才有的观光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嘉乐火车头外口的滨高道有民众为着要翕火车，佮冲入去滨高道爬悬爬低是真危险，常常嘛影响到火车慢滚这款真罕古的行为，嘛要予日本的民众铺上网络。代替是表示讲已经向铁路警察局报案咯，警方会调监视器的画面，要求违规的民众到案说明。铁骑路警示的声音一直弹，提醒火车就特别到位。铁骑路边的民众也是无离开，一群人一直把火车翕相，会当听到真侪卡梅拉的声。还佫有人爬起伫安监视器的条仔顶咧占位，都是希望会当翕到好的画面，毋过是真危险。安尼太危险了，哎呀，真的太离谱。火车过的话，它还是会有那个风速那些嘛，可能会影响。而且你爬这样，它这个本来就不是给人家爬的啊，这个安全上是我觉得是蛮有问题的。代志发生的地点伫台铁屏东嘉乐站外口的滨高道。这个月18，有香港铁路作家甲代替插电机列车包起来举办婚礼，这伫摄影的人为了要翕到列车的画面，走入去滨高道的栅栏内底翕相，影响列车暂停2分钟，甚至还佫叫日本的民众抛弃网络顶。这种喊呱呱的行为，代替已经向铁路警察局举报，嘛会加强宣导行车的安全。本人举经调阅监录系统，通知当天在场拍摄的铁道迷到案说明，并将函请铁道局裁罚。警方表示，这个行为已经违反铁路法第57条第2项，行人甲车辆袂当侵入铁路路线、桥、墓坑内底，还佫有站区内底非公众通行的所在，会当罚1万至5万。嘛，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为着要翕相，乌白进入铁骑路。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日本福岛准备要甲核废水排入海里咯。南韩的媒体报道讲，日本暗示无要搁向世界贸易组织对南韩禁止进口福岛水产品提出申诉。也毋过，南韩政府总是强调讲，虽然日本政府的态度有改变，也毋过未去影响到南韩会继续禁止进口福岛水产品的立场。
因为这关系到南韩国民的健康甲安全，所以政府绝对袂让步。再来看自由时报，有5亿帮地产升价，省内高中生当分无到2点钟就坠楼死亡。台中地检署侦办1个半月，发现2551种有毒的药品哦，是无查到有任何防杀害的证据。昨结案，被告细下的爸仔囝，杀人罪无起诉。也毋过检方认定讲，细下的查甫人甲省内高中生，这2个人是假结婚。再来看联合报。立法院将进行大法官人事动议权的投票，国民党、民众党团是无正常去投票，负责为大法官的人事背书。落尾民进党团是以人数的优势，是的大法官洪提名人隆重过关咯。再来看政治节目，过来因为欠2个问题是吵吵闹闹。3月鸡卵大卖价上贵，起到1斤55块。最近大卖价已经落到50块左右了。之前欠2个时候，店家嘛拢对起价，即马鸡卵落价，也毋过卖这店家是无对落价哦。消基会认为店家嘛应该爱调整价格，因会阁来做如何完整的调查。干脆煎甲半青色，倒伫盘顶悬，这个蓝咖喱甲放牛肉，一出香港的料理就安尼完成。有业者看到卵的价销渐渐稳定，买商品嘛得咧降价。本来从1箱580，然后到980到1500这样子，所以我们欧姆蛋也是从60到65到70。最近的蛋我们有降价，因为成本有降价，所以我们就跟着降。店家有做调降的话，就会想说多点一些他可能加点的东西或者小菜。国内卵价走势为去年7月份，产地价销甲大卖价销1斤拢起2块，分别是42块半甲52块。10月份落2块，今年2月13阁起2块，3月7日一个手起3块，产地价销有加悬到45块半，大卖价销是55块，创下历史新高。6月14开始，产地价销甲大卖价销1斤是落3块，到20的时阵是拢落2块，大卖价销是1斤50块，产地价销是1斤40块半。最主要是那个。端午节是那边连续假，加上学校要放暑假，所以可能会造成卖压，所以提早做一个减价的措施。不过嘛，唔是每一间店头的价销拢会对卵价做回落，消基会会针对对卵价起价便当、餐饮等等，形成价销敢若起无落的情形来做完整的调查。之前看了蛋呢，是从10块钱涨到15块，甚至铁板烧店甚至到20块，这调整的比例蛮高的，这就达到50%。道理来讲，现在蛋价既然是下跌的话，应该调整他们的一个对外的一个销售的价格才对。消基会强调讲，下理清感受无合理起价了后，再个完整的结果对外公布，提供予消费者来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法国巴黎发生大规模的爆炸，有37个人受伤，其中有4个人有性命的危险，更有2个人失联哦。初步怀疑讲有可能是加速爆炸。这栋大楼不出大火甲乌烟，业者连放落去，有物件落到柜头卡，就知影伊的爆炸威力有偌大。Non, mais la maison a été secouée complètement, oui. Il n'y a pas de quoi rigoler, mais enfin c'était ça, oui. Puis après on a pris très vite. 这爆炸造成2栋建筑物倒去，爆炸地点发生在第5区圣雅克路街一栋建筑物内底，是巴黎热门观光景点拉丁区。Et là, j'ai vu une boule de feu gigantesque de 20 ou 30 mètres de haut, ce qu'on voit dans les films, ce qu'on voit à la télé d'habitude. Et l'importance de l'explosion, j'ai été vachement secoué. J'ai encore les oreilles qui sont un peu bouchées. 爆炸原因也无清楚，当局部署数百个消防员来拍火，封锁这地区，警告唔通往近。Il faut encore être très prudent sur ce bilan et circonscrit. J'insiste là-dessus. 内政部长表示，9月底土石堆当中闻到一股味，无排除找到遗体，或者是幸存者。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将接受英国 BBC 的访问的时，表示讲，乌克兰军队的反攻进展比预期还慢，主要是因为罗西亚军队在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失真侪地雷。罗西亚的总统普廷是对外表示讲，乌克兰军队损失真严重，245台的战车拢被罗西亚军队毁掉了。
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报上影片显示，俄军过去14点钟内，在乌东顿涅茨克地区对乌军发动4波大规模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之一受访时阵也表示，俄军反攻兵争甲损失惨重有关系。Наши мужики наколотили 245 танков противника и примерно 678 бронемашин разного типа. И, судя по всему, противник занимается тем, что сейчас комбинирует из бригад, которые понесли серьезные потери. 不过，美联社唔知影这影片到底是唔是真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之一，则是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访问的时阵表示，乌军反攻进展比预期较慢，虽然有寡人相信反攻会是一场好莱坞电影，其台积嘛都结果暗估。泽伦斯基也指出，乌军伫乌克兰2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设地雷，增加乌军推进的难度。За останній тиждень ми працюємо кожен день і відпрацьовуємо реальні цілі по враженню, які нам дають, навіть сьогодні ми відпрацювали більше 2 пакетів, тобто більше 80 реактивних снарядів ми відпрацювали по ворогу. Оце зранку і до теперішнього часу, буквально годину назад ми також працювали по цілях ворога. 乌克兰即卖已经受到扎波罗热南部甲乌东顿涅茨克的8寸头。泽伦斯基受访时也佫表示，得到 F-16战机的重要性，佫表示飞行员上紧爬过，因开始受训。第一架战机可能在半年了后到位。公司新闻电为人朋友。来看中美洲的洪都拉斯有一间女子家屋，拜二因为无共帮派的犯人起冤家，发生暴动，有人放火烧，有人开枪，造成4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一大堆急到唔知影安怎才好的犯人家属来到发生暴动的家屋头前，希望会当知影亲人的消息，但警察摆一摆挡伫遐，现场气氛真沉重。Como abuela que soy, necesito saber el nombre de mi nieta, si está viva o ya está muerta. ¿Por qué? Porque no sé nada. 事件是发生伫洪都拉斯的首都，吉戈希加巴的北边20公里处的查某家屋，内面是关900个人左右。警方讲，拜日透早，家屋内面有冤仇的帮派，犯人发生冲突，有人起甲放火开枪，结果造成4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检方讲，大多数的死者拢是防小事，现场是找到几啊支枪和刀，目前正在调查到底是谁先动手的。Sin duda alguna, lo ocurrido hoy, en este momento lamentable, es producto de un ataque directo del crimen organizado contra las acciones que deliberadamente estamos realizando contra la criminalidad organizada. 洪都拉斯的总统嘛伫 Twitter 表达关心，认为讲这个事件安全部门嘛有责任。¿Cómo es posible que entran armas adentro? Entonces, discutiblemente aquí no hay que responder a nada más que el instituto y más que el Estado, porque ellos son los responsables de guardar la seguridad de los privados de libertad. 洪都拉斯毒品走私和暴力拢真猖獗，官僚贪污的问题嘛真严重。去年每10万人就发生40件杀人案，是全球平均达了4倍。家屋暴动是常常听到。2019年一个家屋因为帮派烧拍，造成18个人无名。2012年伫个家屋大火内面死亡的有超过350个。公司新闻站回面编译。来看一只观光的畅水艇哦，要去海底看铁达尼号的残骸，却失去联络。救援队指出，讲船搁过一天，就会无生疏，乘客就会无开死亡。上新的消息是讲，水底有爆炸声，搁有发出规律的声音哦，这有可能是畅水艇发出来的。救援队是继续在找声音的来源。全球关心的观光畅水艇泰坦号失联得要满3天啊！因为畅水艇内面的氧气供应敢若会当维持到16点钟，加加维持到美东时间22早起6点左右。到时若找无泰坦号，包括英国好野人哈丁，包括退役海军纳若来等5个人，恐惊袂喘气死亡。I'm nervous. I'm sick to my stomach with nerves. I'm terrified. I'm anxious. I'm not sleeping at the moment. I'm just hoping for good news. Every single second, every single minute feels like hours.
目前美国、加拿大等国来联手伫海面顶悬和下骹做伙来搜救，超出的范围已经超过25000平方公里。美国海岸警卫队217发布消息，讲加拿大的搜救机有探测到规律的水下噪音，嘛测到爆炸的声音，即马当地找声的来源，希望对遮来救着人。即马搜救的工课每一分每一秒拢真重要。过去嘛捌坐过泰坦号的美国媒体人员讲，创水艇是无舱门，是对外口用螺丝绳啊甲锁死，就是讲，就算泰坦号浮出来，乘客嘛无法度家己走出来。另外，其实泰坦号已经毋是第一摆出现通信问题啊。When we went down, there wer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on every trip I've taken of the 4 separate dives I'd taken with Ocean Gate. Every time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t least, sporadically communicating with the surface. 英国 BBC 有一个记者是讲，在泰坦号进前爱签一份权利放弃同意书，内容讲创水艇是实验性的船，无经过监管机构的批准也是认证，是有可能造成身体伤害者的影响。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再来看巴西，伫当地时间19号查到29栋准备要送去亚洲的鱼翅。当地政府表示讲，这是全世界走私鱼翅数量上侪一届哦。其中有2种的鲨鱼是用要断种的品种。初步估计，这鱼翅的数量代表有1万只的鲨鱼枉死。冷冻柜内底有藏物件，铁架顶面挂的，哪内底藏的拢是防炸扣的鲨鱼的鱼翅。巴西政府伫当地时间19宣布，破获全球上大宗的非法走私鱼翅案件，总共有28栋，7000公斤。根据巴西环境甲再生自然资源所调查，抢出鱼翅分别属有2种鲨鱼，分别是大青鲨甲马甲鲨。查扣的鱼翅数量代表大约1万只，这2种鲨鱼枉死。而这2种鲨鱼伫顶个月照巴西列入濒临危急物种的名单。Uma das práticas conhecidas no mundo é o que chama de finning. Normalmente você faz a captura do tubarão, corta as barbatanas dele, que são as partes que interessam de fato, e depois o resto do corpo você joga ao mar, com o animal aí muitas vezes vivo, em agonia, sofrimento. Então, além do desperdício do animal, você acaba causando sofrimento。所查扣鱼翅原本要输出到亚洲，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控诉，伫亚洲人眼中，食鱼翅会使延缓老化、改善记忆，所以讲1公斤会使卖到1000块美金。另外，一摆非法来掠台这鲨鱼，也造成几啊千只的海鸟死去。我是新闻新闻配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鲍尔拜三出席国会听证，伊向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提出的证词中表示讲，所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官员拢认为讲，年底进前会阁进一步来升利息，来抑制高通货膨胀。鲍尔嘛强调讲，未来继续升利息，这嘛造成美国的股市又阁开始了。再来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伫中国北京的访问，拜登第20暗时伫一场活动用独裁者来称呼习近平，北京是非常的不满，批评讲这是政治塞人。《华尔街日报》嘛指出讲，美中关系看起来那像有较无遐尼紧张咯。也毋过这款的讲法对拜登甲习近平的关系来讲可能会有真大影响。再来看意大利海军巡防舰莫洛西尼号，早起停伫日本海上自卫队横须贺基地，这是意大利海军的军舰头一届停靠伫横须贺港。对中国威胁，面对中国威胁，意大利最近这几天嘛来加强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关心。再来看国防部公布，中国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山东号出现伫台湾海峡，经过台湾海峡对西边向南去，国军全艇拢有减压，嘛来进行监控。山东号伫5月27嘛捌通过台海有专家是认为这是甲南海的紧张情势有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结束访问中国行程，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不过，一日开了后，中共航舰就出现伫台海。国防部21公布，山东号航舰编队沿台湾海峡以西向南航行。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绵密掌握海空域动态，并检派适切兵力监控应处。
国防部当时也找到中共军机19架次、共南5架次伫台海周边的活动。稍等后4月7号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演训，并且参加对台军演。了伫4月下旬回航，5月27航南编队也捌通过台湾海峡。这摆南下，专家研判是跟南海紧张的情势有关系。也就是美日的这个军演，还有就是菲律宾就是对于这个仁爱礁的一些做法，中国它把航舰作为一个外交权力工具的使用，来展现它国家意志的一个做法。这时阵，空军第6联队甲陆军党支部伫台东地区这片军用物资空投甲接受作业训练。想想东部前线真需要物资的资源，港路线伫空中展开，画面真壮观，就是训练官兵跨军种的合作甲战地补给实务。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将进行司法院大法官林诉同意权的投票，国民党甲民众党拢拒绝投票，民进党团是发动假决动员，结果4个被提名人拢过关了，又引起争议又必常，票数上侪。立法院伫2月早起进行司法院大法官连续同意权案的投票，总统蔡英文公布4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分别是最高法院审判长蔡彩珍、监察院秘书长朱富美、台大法律系教授陈中国、律师尤必祥，组成立法院行使同意权。进行把指控被提名人尤必祥告诉伪证的民进党立委苏智芬表示，对尤必祥坚持讲这件代志是误会讲法，感到遗憾。那我很遗憾啊，党团还是有做成共同的决议，所以可能最后你还是会含泪投票。投出来你就知道了。个别委员我都不评论啊，因为其实我还不知道他们的投票行为啊。今天我们有信心一定会过半。民进党团发假决动员，未确保看过57票同意权的条件。而在野党的部分，若被拢批评审查过程伤过化，无够详细。连选也亲民进党，表态拒绝投票，也不爱入场。但是时代力量是开放投票。大法官必须超越党派，独立行使职权。各位看看这几个大法官可能吗？当然不可能。所以国民党团拒绝背书，不进党投票。蔡彩珍被提名的部分，我会投下反对票。几乎是最高法院的这个改革。蔡彩珍法官通通都反对。大法官连续同意权案投票，投票时间到11点，并且进行开票。开票结果，被提名人蔡彩珍、朱富美、陈中国、刘必祥等4个人全部过关。开票结果，律师出身，因为牵涉到伪证、引发争议的刘必祥，摕到64票同意票，无同意票1张，无效票1张，是4个人内面上悬票。蔡彩珍是摕到62张同意票，无同意票3张，无效票1张。伫4个人内面，无同意票是上多。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将公告健保门诊药品甲急诊部分负担的调整方案，7月7日开始正式实施。为了保障弱势族群，本地就唔免部分负担的对象是未受到影响。主要是医学中心跟区医院的上限由200元提升为300元。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民众如果在慢性病连续处方签的领药的部分，那在第一次以往是免收部分负担，那这次的话在医院的部分是要比照一般的处方签要加收部分负担。民众到大型病院急诊会依照病院的层级收固定金额的费用，医学中心会调悬收750块，区域病院收400块，地区病院佮基层的诊所同款是收150块。为着要保障弱势族群本地唔免部分负担的民众，重大伤病、生囡仔，佮有伫山地离岛地区就医，计受理好。有因明，佮有3岁以下儿童、警察、消防、海巡空群的军人、忧症患者，佮有替代役等对象，同款唔免部分负担。再来看台北捷运文湖线，伫上下班的时间80秒就发一班车，也毋过乘客嘛是佮同款真侪。台北捷运最近开始试办甲第2节、第3节车厢的椅仔，佮有行李架拢拆掉。
未来一台列车乘客当对400个增加到420个。上下班的时间，旅客行入去文湖线车厢，感受有淡薄无同，因为除了两边破坏座还佫伫咧，中的椅啊甲行李架啊拢无去啊。应该会比较好吧？对啊，一次载比较多人，要不然蛮挤的这样。是有比较宽敞，可是我觉得是可以留一边呐。对，就不用全拆，因为还是有人会需要座位的。台北捷运公司为了要增加尖峰时段运能，昨晚已经完成马特拉车型3部列车的空间改造计划。自40车厢内面，经人较侪较贵第2甲第30个车厢，加中的椅仔甲行李架拆掉，抑佫增加一寡换手，互徛在旅客换了较载。因若第1甲第40车厢是维持昨晚座位数无变，互坐椅仔需求的旅客使用。靠近窗户的旁边的时候，我们还增加了一个扶杆。让旅客有没有可以更有卧的地方，那小朋友也可以有卧的地方，容纳量，我们一列车的部分有没有？原来可以载成400个人，那我们改装之后可以到420个人。台北捷运文湖线昨晚有2种列车，包括黄色椅仔的马特拉，甲蓝色椅仔的庞巴迪。伫过去也捌甲庞巴迪的部分椅仔拆掉，不过因为庞巴迪部分椅仔下骹有机电设备，无法度搁再拆。所以这边经马特拉车厢来试办，伫半年了将会评估成果甲运量，决定是毋是搁再扩大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羽球公开赛球鞋戴资颖昨下晡的比赛对上台湾选手梁庭儒，戴资颖连赢2场，进入前16强。只要等下到台北比赛，戴资颖拢会受到观众热情收听。比赛才打开始，都球迷大声发出伊的心意，表达支持。32强比赛对手是梁庭儒，今年25岁，读国立体育大学。这嘛是2个人伫国际赛头一届相赌。戴资颖头一局靠大角度的跳动，直线杀球，9分比1分，大幅度领先。戴资颖以21分比16分，摕到头一局的胜利。第二局梁庭儒是真拍拼的比赛，终期尾戴资颖以21分比17分，连续赢2场，拍入16强，要拼卫冕甲挑战赛历史上女子单打第5个冠军。我目标一场一场打好，先不要想那么远，我先想好明天的赛程就好了。戴资颖20才打满29岁，生日才打过，访问到生日的愿望，伊讲其实无特别要求啥。希望说自己在这2年就是打球的时间都可以保持身体健康，这样就好了。戴资颖4月份已经表示，明年巴黎奥运了后，2024年的年底会退役。若要讲生日的愿望，就是这2年会当保持身体健康。迄9月份的杭州亚运，嘛有按算会去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嘉东高农的学生用本地要单调的豆粕，做出9种口味的宠物减肥的罐头，和学校饲的狗仔来试脚，嘛成功帮狗仔减轻体重。学生的创意嘛摕到今年全国专题比赛的冠军。不只能让宠物减重，还能让废弃豆渣再利用。屏东嘉东高农的学生，小甲因做伙结头脑，用豆粕制作，专门给动物伴食的减肥罐头。因讲会有这款的想法，是因为台湾一年进口250万吨的黄豆仔，豆粕竟然有甲40万吨，毋但真无彩，佫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加上因发觉学校饲的狗仔伤大颗啊，所以想着会当用豆粕来做减肥罐头的概念。那刚开始我们就是可能只抱着想要完成这个专题制作就好了，但是后来被选上了决赛，就是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豆渣转化成具经济效益的宠物食品，达到减肥永续的目的。这学生毋但废物利用，嘛强调讲市面上的狗罐头大部分拢是淀粉做的，动物食落较会大颗，也那豆粕有丰富的蛋白质，加上红菜头、鸡肉、青菜花等等兼顾无同营养，经过几10届的试验，总算调出适合的配方。而且还摕到全国专题、甲创意竞赛头名。很开心，就是可以带领学生得到这么好的成绩，可以让他们更有机会进到更好的大学，或者是更好的未来。透过环保意识的概念出发，甲资源循环再利用，实际去试开发经济产品，
这毋但互因学校的狗仔1个月内成功减1公斤，即个参加比赛做专题，嘛加做因求学的过程当中真难忘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长视症的画家林依流，伊伫台南市开个人的画展哦，伊真有想象力，嘛真有创意，画不上人粉圆珍珠红茶哦。伊嘛为家己喜意的名称设计真古锥的人像，咱嘛做伙来欣赏。一幅一幅的图，色彩真丰富，有果子、花蕊，也有人物的描写。这是当时前朋友林依流的创作展。自细汉就对美术有兴趣的伊，介意用画笔来表达心内的世界。看一楼的画，他把那个挂山大佛画得非常有趣生动，跟我们平常大家认知的挂山大佛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也让大佛呢喝了他最喜欢的珍珠奶茶，这是我们平常在画大佛不会想要的那个角度哦。台南市府为林依流开设创作展，让社会看到当时前朋友所认捌的世界是生做啥款。这回展览，依流除了为大佛以外，佮开设明星系列，甲家己上爱的男子团体有奸情画出来，让人感受到伊美强的热情。希望大家都能喜欢我纯情的创作。我想感谢支持我创作的爸爸妈妈、家人、老师还有朋友。我会继续加油，继续创作。谢谢大家今天特别来欣赏我的创作展。除了画图以外，依流也参妈妈做伙设计文创商品，让更较侪人熟悉当时前朋友。创作展会伫台南民治市政中心一直展出到6月30。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草屯的南开科技大学接待一群高中、青年高中的教生哦，特别带这学生啊去草屯的社区，请社区的阿嬷教因安怎做粿，互因来体验在地的滋味。学生啊是讲哦，过程真趣味，因家己做的粿是 Q 佮好食。就是先把这个这样子搓成这样子。台湾阿嬷的好滋味是安怎做出来的？社区阿嬷对上头先的 A、B 开始讲，接落来是烂粿、掺鸭，最后才搁甲粿放去哩叶仔顶，搁放入去人绳，吹湿了后，就有好食的蚵仔粿咯，加上在地的滋味，小介互国外来的学生。我从印尼来，我第一做台湾的芋头桥，然后我觉得是很好玩。应该是很好吃吧。这届体验唔但要互学生接触多元的兴趣甲技艺，更加会当认捌台湾在地的美食文化。透过这个活动，可以让他们这些从外地来的侨生可以更认识台湾的文化。那个柬埔寨的就有回应我说，我们也有这种类似的东西。然后我们刚刚就跟他讲说，但是我们不是用粉，我们是用那种 A-B 耶。就是米浆，台湾的在地文化比较好玩。南开科技大学利用社区资源，安排社区阿嬷甲境外学生交流，学生囡仔嘛感觉真趣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个人台湾的专题哦，咱要来看中华的竹塘，乡内有4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老大人哦。加州有一条公车路线，乡公所今年3月开始试办幸福巴士的计划，方便学生啊上下课。嘛，这时代去社区中心哦，而这时代因为有车通坐，嘛增加引起关怀据点的意愿，大家做伙有伴日子嘛过甲较趣味。透早7点半的时间一到，社区的时代一个一个行来集合的所在，那开讲那单车，因等的就是这台幸福巴士。5分钟的路程，有车通坐是时段5万真久的代志。咱庄头吼，伊4线，有时啊吼，你上过远的话吼，交通上对因来讲，吼，咱嘛是顾虑到因的安全啦。所以咱主要吼，这个幸福巴士重要，就是要吼，甲因载来甲咱社区，吼，来遮学一寡吼健康的知识运动。关怀据点的长辈有一半以上拢已经80-90岁啊，厝内若无人接送，来据点的交通就真废气。
我后壁这栋建筑物就是中华关伫长乡土库社区的关怀据点。自从3月份幸福巴士开始驶了后，来遮参与活动的长辈人数也有提升。时代对老师的动作震动身躯，活动骹手。遮内底大约有3成的时代，拢是坐幸福巴士来的。交通电啦，都安尼8点外来，4点转。教室这边时代专心上课，另外一头灶骹内底社区职工当咧无用传中斗顿。8、90岁的长辈拢伫内底上课较济，灶骹就是拢7、80岁啊，所以即马就是讲变做嘛是老岁仔照顾老岁仔啦。食饭时间一到，时代照顺序底菜，有肉咸、菜色，佮有汤，营养较匀。有时啊出去外口买啦。我若较几日煮就买来煮，若无我就走去外口买倒来食呢。现在煮啊？现在煮哦。我就泡面啊，我炒水饺啊哈。社区安排的课程多元，毋那身躯爱活动，头脑嘛爱动起来。老人啊来遮精神会较好，对无吼？来遮就较有伴通算。算啥物？你拢算啥？就有当有使，逐项都有着啦。写字嘛算写，逐项都有着啦。伫长乡过去主要产业是做田为主，即阵少年辈大部分拢出外食头路。理事长陈碧玲嘛讲，时代已经伫故乡大管事业，即阵社区中心正做因联络感情、度时间的好所在。未来会为着在地努力，继续打拼，互长辈留来日子会当快乐过。记者苏晴中华报道。来看台南府城的庙壁门神有卖这国宝潘丽水，人讲府城第一画师丽水啊西的作品哦。其实潘甲3代拢是画师。台南美术馆嘛头一届甲潘春元、潘丽水、佮潘月雄3代的作品哦，拢搬来美术馆展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踏入展览室门口，就使看到门神画甲威风凛凛，这把用色精准、线条团成的宗教彩画，是彩绘大师潘丽水所画。台南美术馆开一档的时间，规划春元画式展览，展出台湾画师潘氏家族3代伫各地的经典创作。除了有门神壁画，嘛有水墨画等艺品。第3代潘家雄老师讲到，门神爱画甲亲像伊在看你的关键。我咧画这神明门神的时候，画伊目睭顶咧甲我看呢。我就当是摄影师嘛，我是镜头伊甲我看，我画啊，有咧看我就是四方眼啦。虽讲这壁画无都实际搬来到美术馆，不过馆方真用心，特别到庙宇现场翕相，甲潘丽水伫咧大龙帮保安宫其中200壁画经典作品，用数位输出的方式来做展示，嘛结合声音艺术，互大家会使照到音乐想起过去的历史。八仙大闹东海，我们用输出的方式呈现，在这个9公尺的墙面呢，所以看到一些草稿、速写，来呼应大龙洞保安宫这个八仙这种非常精彩的画面感。潘氏家族3代，无论是潘春元、潘丽水、潘英洲，到了每一代潘家雄，拢替台湾留下真侪传统工艺，嘛见证宗教艺术发展过程。潘家雄讲，无一定爱传互因厝的人，传互别人，因嘛真愿意，就毋望这项技术会使代代传。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文化部今年伫全台湾22个县市要办母语写夏令营，讲母语的故事、工作坊、画图，利用各种的活动哦，要来推广国家语言。昨伫新店美学馆哦，就举办讲母语、学生活母语夏令营的启动仪式。好比今天外头怎么样？太阳很大，对，里头恰呀呀，虽然够细命。还是这是我们先学的啊。再来，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探疾优手，细命爱狗。这个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对，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笑的，叫做更优的更优，去干嘛？干嘛？看新娘在放掉。趣味的台语言语，还有来自外岛的妈祖基本故事，互现场观众是愈听愈深刻。今年文化部准备在全台22个县市举办通会母语夏令营对活动，用一种比较生活化的方式，那大家来学母语，同时借着学母语呢，大家也能够互相认识、学习，然后互相了解。
当年推广母语的学者表示，过去学校教育拢只强调讲华语，影响真侪囡仔后来无法度用母语参阿公阿嬷沟通。加在政府有看到这个问题。这语言也无去，迄个文化、迄个认同、迄个价值、迄个习惯，迄足侪层面都无去啊！啊，说是联合国一直伫感觉，这毋是干那咱台湾有即款的问题。过去足侪国家啊，足侪所在，咱知影是安那有即个世界母语日，或像迄个背景，大家拢知影。咱全世界拢共同面对这款的问题，但是知影了，就爱知影讲安怎来解决这个困难。今年的母语夏令营对活动内容包括戏剧演唱教学、地方文书走读、台语歌谣教学、台语绘本以及台语故事分享等等。活动在7月至9月举办，期待透过多元活泼趣味的活动，让母语发展正常化。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来看文化总会甲走红车剧团的台湾欧趴文化实景的活动哦，20伫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埃菲尔剧场进行头一场的罗扎闹亮宫的演出，大家是拢真热闹哦，场面嘛真热闹。今仔日伫咧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埃菲尔剧场，伫咧埃菲尔剧场，今仔日是文化总会甲走红车剧团的头一场正式演出。伫咧演出进前的暗会是邀请侪政治代表拢到场，展现文化外交的精神。演员热情参观众互动，大家看了走红车剧团甲文化总会的罗车闹亮宫演出了后，满面拢是欢喜的笑容。这摆台湾到匈牙利的演出行动，就是希望通透过分享自由台湾的文化，让世界了解台湾。实在台湾文化的美丽、甲多元、甲丰富，这是阮上主要的目的。除了台湾驻匈牙利代表团出席，也有来自匈牙利政治界、学术界这寡重要人物参与。这现场匈牙利政治代表拢认为，透过文化认识台湾是两国之间真好的交流基础。也有匈牙利政治代表伫现场对台湾自由的环境展现支持。Because China is a great danger around in Taiwan. That's important between us to change the cultural productions because we felt how is it happened, how is it, what is the feeling of the freedom. Mi a magunk részéről, én az LMP Magyarország Zöld Pártjának vagyok parlamenti képviselője. Mi kiállunk Tajván szuverenitása és függetlensége mellett, és támogatjuk, hogy a különböző nemzetközi szervezetekben szintén taggá váljék, tudja magát képviselni. Például legutóbb szintén egy olyan kezdeményezést támogattunk, hogy a WHO keretein belül Taiwan szintén tagságot kaphasson. 台湾驻匈牙利大使老谢中讲，台湾未来也有侪文化外交通推行，不管是亲像这摆戏剧类型的演出，也是音乐等等领域的文化交流。代表处在地也有管道咧推行，拢欢迎各界通来遮做伙拼文化外交。记者郭文成准由布达佩斯报道。灯会秀阁未老哦，是自古真侪人追求的梦想。美国研究团队甲治疗癌症的雷帕霉素用伫狗仔身上哦，观察嘛发现讲有拖慢老化速度的效果。未来会阁进一步来实验，有机会当加做咱人对抗老化的方法。进入外六一直走，伫水池内底耍甲真欢喜。这只狗仔是10岁老狗南希。另外一只狗仔目睭金金看头前，精力旺盛甲受益伫佚佗。伊也是10岁老狗杰克。无毋对，这两只狗仔共同点就是虽然老啊，也毋过健康活泼，因为条件优秀，被选为由美国华盛顿大学甲德州农工大学主导的高脑化研究计划，了解经有即阵被用来抗癌甲器官移植手术抗败这个药物雷帕霉素，是毋是法度来延长狗仔的寿命 ？I expect him to live to 10, 12. So if he got the medicine, maybe extend his life three more years, maybe. But as long as it's a healthy life, I don't want him just to have a life of geriatric life. I want him to be healthy and active. 研究团队已经收集全美各地44000只狗仔的寿命甲健康资料，就会针对500只中大型高种的老狗做更加进一步的研究。
实验组甲对照机组分别予伊1年未量的雷帕霉素也是安慰剂，了后就继续观察2年，来了解这种会使改变新陈代谢药物，是不是法度来延缓睾丸老化速度。 So dogs are a great model. They are equally heterogeneous as people. So people have this very altered phenotype, or we can look at people and see that they look different and they act different and they live in different places. And our dogs have those same attributes that are all variable. And so they also have very similar physiology as people. And so our hope is that from the inception of this project, it was the idea that dogs could be a great model for human aging. And so we hope to then be able to expand these findings to help people as well as dogs. 助理教授阿弟讲，若是雷帕霉素真正用延长狗仔的寿命，而且通过药物使用批准，未来无的确有可能成做人类抗老新希望。公视新闻张路平编译。 受到疫情影响已经让4档无举办的法国巴黎航空展今年恢复举办，展开幕。展出食油、卖当食电的飞行机还有空中的客停车，听讲有机会伫明年的巴黎奥运来使用。由法国研发的油电混合动力飞行机卡西欧330，在今年的巴黎航空展出现，马上成为大家注意的焦点。依照时代真变革的造型，更加是经由科学原理所设计。 What you want to do is to optimize, the aerodynamics. As I said before, you get here 50% more efficiency with the aerodynamics that we have developed. 由法国的Vol Aero 公司得到法国政府集合大约1亿9千万台票经费，研发3款油电混合动力飞行机。这摆伫巴黎航空展出现的是头一款，4人也是5人座的卡西欧330。 配备330千瓦的混合动力系统，也搭配由日本传奇公司研发的直列四缸引擎，出行起飞顺航，降落拢使用电子动力模式。在混合动力模式之下，四缸引擎能代替电池充电加电力系统各种时的备用动力。预计2023年底进行首航，其他2款也就小在2024年第二季首飞。 They've made good progress. This is not a completely real airplane, but it's a half real airplane, and it will be a real airplan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which is pretty good progress. 卡西欧系列的飞行机未来会对商业科学营运，也有私人企业、物流业甲医疗保机等用途。另外，法国总统马克宏进前伫巴黎航空展也宣布，法国会投入将近70亿台票，研发航空业环保有效燃料，减少对地球气候伤害。Et donc la France est en train de se mettre, et nous serons en capacité. Dès les prochaines années, mais on sera au rendez-vous de 2027-2030, de produire des carburants durables sur notre sol et donc d'être au rendez-vous de la souveraineté, de l'industrialisation, de la décarbonation, comme je vous le disais. 另外，外界也相当关心注意的空中客运车，这摆也出现伫巴黎航空展。这款由德国甲法国合作生产的2人座空中客运车 ，Velocity 预计明年巴黎奥运期间就会正式来使用。 加入对奥运选手村到巴黎机场中间的运输工作，而美国所研发的空中客运车也着小加入竞争行列。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来看由海洋科学专家甲澳洲国防部组成的搜查团队，宣布讲找到离处世界大战一只货轮的残骸，是80当前日本政府用来运送民军政府的船只，也毋过不幸沉船，造成1000多人无命。 其中有979个人是澳洲人所以沉船的地点、残骸的位置，嘛受到澳洲政府正大的重视。来自澳洲的深海考古团队出动潜水无人潜艇，在海面下4000多公尺的海底发现沉船的残体，并经过电脑扫描，确定就是1942年7月7日透早在菲律宾鲁松岛西面海域。 和美军的舰艇拍沉的日本货轮蒙特维多丸。And the data came up, and we waited for 6 hours for the data to be processed, and there it was. And it was almost immediate. You could see that it was a ship. It was in 2 parts: the bow and the stern. 蒙特维多丸是用乌拉圭首都号名，
1926年下水启用，属于迄当阵的台湾商船公司所有。伫咧二次大战期间，互军方征用做运输船。1942年，日军伫咧南海巴鸟战役，掠到大批盟军官兵甲平民。蒙特维多湾上面一边的任务就是将周清卫舰俘自当地送去海南岛，无想到讲，互美军的舰舰射4粒鱼雷拍沉，船顶1053位以澳洲人为主的舰俘全部死亡，有部分的日本船员被救起来。This tragedy saw the single biggest loss of life of Australians at sea in our history. And since then, the absence of a location of the Montevideo Maru has represented unfinished business for the families of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until now. 随着沉船全体团队，包括专门伫咧做海洋考古的沉没的世界基金会、荷兰的深海探测专家，抑个澳洲国防部等单位，团队成员讲，找到全体代表任务过一段路。为着尊重死者，团队未甲沉船浮起来，也未去搬死者的尸体。即马就看死者的遗作是毋是当甲代志放来，莫阁一直藏伫咧心内。公司新闻是嘉玲编辑。最后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